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连续假期搁要来咯，你会记中秋节的时阵，坐甲高铁排队是安怎的滋味？咱讲高铁排队是排甲天外天，连大头家嘛乖乖啊徛伫车厢底无怨言。人讲高铁说来代替化。代替呢，感觉是真凋零，但是大家哪会拢无爱坐国光甲代替呢？咱今日好好来讨论到底咱台湾的运输。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張勝雄張教授。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消基會交通委員會召集人李克聰李教授，大家好。第三位，騎鵝交通手冊的主編吳尚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首先呢，今日啊，咱就來先關心進前中秋連假，上尾講呢，那麼上尾講呢，這個高鐵的台中站。排這個自由座的這個旅客呢，排甲老長啦，排1-2點鐘才坐到車。為着咧避免着4天的雙實連假，那麼閣再發生同款的問題。高鐵啊公布3個時段，人上多的時段，即上危險的時段哈，建議旅客呢會讓閃開這3個時段。另外，閣會加開着班次190班的班次呢列車。互大家来好好啊運輸。10月初1中秋連假收假迄天，伫台中高鐵的車站，要排自由座的人是一路對2樓車站的大廳，一直排到1樓的站外。所以閣是4天的雙實連假，為着避免這種狀況，高鐵會加開190班車，嘛規劃管制措施。針對自由座的旅客，我們會根據他的目的地進行分流，讓他選擇搭乘直達車或非直達車，管控自由座旅客進站的狀況。高鐵嘛公布講，雙實連假期間3個上客的時段，往南是初6的下晡5點到暗時8點，初7早起的8點到11點，往北是初10下晡1點到暗時8點。會有計劃要坐自由座的民眾，盡量莫這個時段來坐。另外，講各隊合作熱銷的車次，往南主要佇個初6中晝開始到初7暗時，含初10的中晝到暗時。往北是佇個初6下班了後，初9下晡到暗時，含初10規工。建議加坐加開換車。我可能還是會選擇對號座，因為確保有位置。連假都是這樣啦，對啊，難免的啦。我在想，返鄉的人都有心理準備啦。雙十不一定會返鄉啊，所以雙十可能，我覺得長距離的可能就沒有那麼需求那麼大。交通部長王國材嘛承認講，中秋連假的時陣，高鐵自由座的分配確實是出現問題。在檢討了後，這擺會做一寡調整，但是嘛預估雙十連假自由座的運量一天會到30萬。自由座的人數在各站的分配會做一些這個管理。那第二個是他們會加開全車自由座的這種車輛。為了幫助疏運，台鐵局嘛宣布講，10月初9、初10會加開自強號4列次，區間快車和復興號12列次，以專車自由座的方式來服務旅客，希望讓民眾都會當順利休假。記者綜合報道。睇到咱看到新聞段吼，這受訪者就講啊，這連續假期難免的啦。那如果是難免的吼，咱今日就免討論啦。主要吼，咱要注重的點就是講奇怪，那大家干那要坐高鐵，吼，攏是毋是代替？因為某種原因，咱真濟人走去高鐵，是毋是安尼？有數字無？還是講是不為者，毋是不能也？吼，到底是高鐵出問題，還是講所有問題攏叫高鐵要歹起來？咱先來看吼，這高鐵連續假期疏運自由座的問題啦，講攏即擺攏是自由座的問題啦，吼，講吼要檢討吼列車排班甲自由座運營的規範啦，吼，事先排定的這臨時徵開啦，這攏是進前發生問題了，即擺開始來做，加強自由座人流控管，吼，高鐵公司針對着自由座空間的調度，即人數追蹤。控管保持適當的這列車用
这个用量吼啊，将大中站自由座愈起来成做，所以伊咧话，伊就知影大中站吼人诚多，过来加强资讯，所以头拄有甲你讲三个时段，你就千万唔通来。啊，佫有其他的街坊无？这我先问张老师，这是不为呀，还是不灵呀？这是真歹回答吼。你讲，这其实这个问题伫尖峰的时间，尤其是这个年假的时间，有遮侪人要坐这个高铁，这是当然以高铁目前的这个车辆来看啊，其实是无够啦。那一定是无够，因为即马一般的时间甲一般的假日吼，拜六礼拜，伊的运营已经大家差不多紧绷啊。吼，所以高铁伫今年开始就已经几个当前开始就已经启动买新车，但是一直拢无进度嘛，无进度，足歹买。啊，所以到今年的3月的时阵，伊甲完成这个列车的迄个采购的迄个作业，预计到2027年，所以就爱过差不多4档。哇，你等解遐准时？伫这4档内底，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是袂讲拢无看到啦。不是说少见啦，哈，所以老师讲个真艺术啦，真艺术啦，我定定会看到啦，哈，定定会看到。所以我感觉这咱当然在思考讲，到底要安怎还会当运营会当较提悬？啊，其实这提悬嘛，毋是讲无可能，提悬咧一定爱换，用啥物来换？比如讲，你爱用较差的服务品质来讲，大家旅客爱较精咧。哦，啊，自由座爱较济咧。哦，有人建议讲规期吼座位哦拆的，那大家拢有空者。啊，当然袂当提悬即个运量啊。所以你的目的是啥物？你的目的若讲要追求咱好的品质，讲哦，我一定就要坐啊好，要坐啊看，边啊拢袂使有人徛，安尼其实运量就一定受到限制。啊，你若讲要追求讲，要尽量合大家人拢会当转去厝里。吼，第去等于团圆，等于参逐个人来伴暖，安尼你就当然大家要牺牲嘛。你无可能有一个物啊讲，即个好啊，另外一个好，无即个代志。所以无要买皮啦好啊，有要食草安尼拢无啦。是无即个代志啦，这世间无即个代志，咱一定要有啥物牺牲啦。啊，你即摆来讲，大家认为讲，即个运量的提升是咱上重要的问题，啊，大家都爱小可。老师，安尼我就继续来问吼，伊讲双十连假吼，6号至11号吼，加开190班次呢，增加提供了1057班次的这个旅运的服务。你安尼个算起来，安尼敢会当可以不再出现大家卖他们排队的情形？真困难，这真困难，真困难。嘿，你若讲要维持讲即马大家好的服务品质，讲哦，拢边拢袂使徛人啊，这样啦。这真难哇！这真难呐，这是一定。但是问题是，即马你若讲这个状况现象吼，若报出来，可能大家人都爱想讲，我是毋是用别种的运输工具会当更较好？其实你若去查，台铁对台中甲台北伊的区间快车，甲2点40分钟。是啊，2点40分钟，甲3点10分钟，加这个范围区间快车。比区间车搁较紧一丝啦，但是比自强够有通驶入去大中市区。是，但是你这个太完整嘛可以。拢有。哦，这咱下一段咱再来讲吼。首先我要请问李教授吼，李教授，你认为这是因为人祸，还是天灾，还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什么原因？拍摄我台语讲哈，我觉得主要大概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运能哈没有办法满足尖峰的需求，对。然后它的排班呢也受到一些限制。哦，排班。对，排班。哦，所以不是讲我想要讲，我都加开，我暗时开咧红目睭的。对他如果要在午夜之后发车，是因为受到那个环评法的限制。哦，没使再加开红眼的班次。哦，这是一个限制了哈。那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因为它的整个排班，因为牵涉到它有跳蛙式的，然后它能够加班的列车呢，它的能够加进去的时间带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目前看起来，如果要加开全车厢都是自由座，那基本上它能够插进去的时间带可能不是我们旅客所需要坐车的时段。
哦，那这样子一对比之下呢，可能就是选择自由座，但是以高铁为例子了哈，他不愿意搭台铁跟国道客运，因为他觉得他坐高铁自由座很有弹性，到了现场买了票之后呢，他就可以享受一个比较快速的服务，那对啊。然后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说它的运量不断的会增加，那再加上刚张教授有特别谈到嘛哈，我们现在的台铁哈。他也在试办自由座了哈，希望能够增加，对，在EMU 3000的大概有六个列车里面，它要试办，但是这个希望说要增加它的搭乘率哈。但台铁的问题主要它的可靠度比较没那么高，所以大家讲啊，常常咧不是咧满分满点，对，所以大家对它的信心比较不足了哈。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哈，我们本来这个城际的运输哈有3足鼎立的哈。一个是高铁，一个是台铁，这2个是轨道运输，另外一个就国道客运啊。其实国道客运对某些旅客来讲，它是很方便的。他如果能够在交流道附近能够坐上车，对他来讲是非常急户的运输啦。哦，不像高铁，你到了乌日站之后还要转到台中市区，可能也要花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国道客运它比较可以，本来是三卡都，对，本来三卡都，但是现在呢，国道客运环境非常不好，白卡。然后为什么呢？第一个驾驶缺工嘛，哈。第二个它的营运成本，哈，现在客运的业者都在说开一班亏一班，所以他宁愿少开。那宁愿少开的情况下，如果是碰到廉价的需求增加的时候，他应该正班。如果没有正班，那我们的旅客就不会选择它了。所以老师，这个卡的永远都残废啊吗？敢无救啊？我们要救它，不然的话缺一角之后啊。只靠轨道运输，将来我们的问题会更大。咱这支卡咱小等记的吼，去来讨论讲国道吼想要来甲救起来。但是老师你即马讲的就是讲，伊运量不足，对，吼啊大家拢积来，要代替吼功能不彰，所以拢积来坐高铁，啊搁班次搁调度。班次调度，你会当记一下例讲，现在无法度展开讲，我要爱的所在，你甲增加班次。对，因为它牵涉到就跳蛙式的每个列车的那个停站的方式不同嘛哈。我举个例子啦，以台中北上的列车哈，台中要北上，北上32分、36分、39分，3班车挨在一起。这个真哇呢？对，因为它需要有些36分是每站都停嘛哈。所以他必须要先发出了要在苗栗站等39分的线快速通过，类似的这样子的排班的限制了哈。就如果我们要开加班车，全车自由座，可能就是要每一站都停。那每一站都停的方式，如果要拆在这么多不同的营运的形态的列车当中，它排班上是有困难的。我迄叮当去，会发生车祸呢。对，所以它排班宁愿保守，所以它插在比较没有安全顾虑的时间带当中，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旅客需要的时间带。啊，这都不是咱，这都不是不为呀，迄是不灵呀吼。这我来请教着常务吼，你嘛长期咧YouTube 顶头咧写着交通的问题哦。在恁少年的来看，是安怎高铁安尼？咱对开张开始，到即马还无起价呢？对啊，应该是安尼来讲啦，因为为我学生时代开始啦，啊，我坐客运较济啦。哦，若是讲我要去高雄，要去台南嘛，我坐客运较济，因为迄当阵客运为台北到台南，还那只220块，220块尔。哦，啊，代替啊，但是我要坐火车，哦，为台北到台南，差不多要500块、600块这个价数。哦，啊，若是讲我要坐高铁，迄个价数就为对学生来讲嘛就贵的。哦，差不多是台南差不多是1300，千通，对，1000外吼。啊，若是要去高雄，啊，8我1500，哦，所以讲迄个价数是还啊就贵的。所以讲我学生差不多是比我10年进前的代志啦。所以讲，迄当阵啊，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的贵的代志。啊，毋过咧，即马对于学生来讲，嘛坐高铁还啊嘛是，我是感觉讲嘛是足贵的。啊，毋过咧，但是因要坐客运坐无，为啥我要来讲坐无咧？哦，这是我去查的资料，吼，这是通联客运，对。这摆卡，吼，这是倒边这张是2019年啦，差不多3档进前的，4档进前的，哦，班表吼，为台北到台中哦，吼，咱若是看吼，礼拜的时阵吼，礼拜一天吼，为台北到台中有88班，啊，这个无含加班车，哦，因为若是人伤济，客运公司会加班车入去，哦。
啊，若是到即马咧，咱看正面即栏吼，即马吼礼拜，赶快是礼拜哦，一工敢若剩48班，减一半较可，减一半较，毋过佫有啥物代志？除了讲台北到台中，这个通联即马佫伫咧哦，我要讲2间即马无伫咧，阿罗哈，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台中，台北到嘉义，拢无啊，即马无啊，佫差不多10档进前啊，佫有一间回购啦，哦，迄间即马嘛无啊，哦，佫有见面嘿，佫有一间吼，为台北到云林的日统，即马嘛无啊，就是讲咱的国道客运。足侪公司已经拢无咧开啊！我像头早李老师讲的，讲开一班啊，了一班呢。对啊，因为开一班了一班，我来讲吼，若是为台北到基隆，这客运计数是60块，国公号60块。啊，为台北到台南，以前是220块，我拄则讲的，差不多5档进前，佫是220块。啊，即马咧为台北到台南340块。嘛，才差百几块尔。台北到台南340块，啊，毋过咧台北到基隆60块，啊，台北到基隆毋要翻啊才20公里尔，啊，台北到台南偌济公里，比200外的，这算做俗甲无合理。对啊，所以讲，但是伊若起价，伊就甲高铁就无竞争力呢，啊，这就两难咯。对啊。哦，啊，这两难这是天生的摆卡，还是讲后天造成？敢有解放老师？你讲是高铁要？我讲即摆这个摆卡的这个高速公路这客运啊，无救啊吗？这因为对2019年甲2020年这3、4档疫情的关系，所以伫迄个运量走咗济，所以一时无啥容易讲马上恢复啦。因为已经体质已经变啦。啊，伫这4档内底，其实不管是高铁还是台铁，伫这个运输的市场内底，拢有足大的成长。大家过去认为讲台铁无介准时啦，吼，其实这是印象啦。其实我定下咧坐吼，毋是安尼啦，其实伊嘛真准时。就有影，阮制作人逐工咧坐，就讲其实是真准时。但是有只人的迄个先天的印象吼，拢讲啊代替的啥物无准时啥物，这是我感觉这是对，所以这是一个误解啦，这个误解，这是误解。啊，个代替无解好，所以足侪人走去找高铁嘛，高铁。啊，高铁因为高铁这个轨道运输吼，轨道运输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伫尖峰的时间吼，应付这个尖峰的能力比。这个角度更加好。这有影，咱来看这图表就知影吼。你其实代替会当载的人是真济呢。是，因为代替一个车厢吼，你若讲有自由座的，啥物有人有徛位，这就会当应付这个尖峰的时阵啊。啊，但是你国道的时阵，你国道无车袂当迄落嘛，车一架32个，啊高速公路佫袂使徛位，所以伊就无法度增加人数。即使讲尖峰的时间人足济，但是伊都无法度去运。啊，但是铁路伊就法度，铁路伊就人较济的时阵，啊，恁就用徛的，啊，人较少，大家拢有通位通较济，这就是两个运输系统基本上也无共款。啊，但是因为这几档内底，大家担心讲伫这个国道这个车厢内底密闭的空间对这个疫情无太好嘛，所以大家拢刷去空间较大的铁路，所以高铁伫这几档内底其实伊无运量无太大的影响啦。无太大影响。啊，代替最这一两天，今年开始 EMU3000进来以后，普悠玛、太鲁阁，所以伊的运量大幅的提升起来。所以东线你即摆真正无讲华联讲买无票，嘛无这个问题。吼，你讲若过年这当然是尖峰时间歹讲啦。你一般时间内底去，即使讲临时去，拢有通买到车，买有着票。所以西部的无问题，东部无问题。西部对台铁来讲，伊的迄个区间，即摆拢甚至会当开区间车、区间快车出来，伊嘛进足侪即个区间车迄个列车入来。所以台铁甲高铁这一两档其实有真大的迄个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就使到即个西部即个国道客运受到影响。本来国道这长度已经去台铁甲高铁去占领去。伊本来要当挖靠一寡
地道的。老师，你安尼讲起来，国道就完全都无国道其实比地道这一两档，包括基隆、桃园、南口、新竹已经有一点仔衰退啊。吼，基隆、桃园、甲南口，这一段啊个像土城吼迄个啥物台北大学遐。其实都三峡，三峡，三家营，遐其实都有足大迄个成长运量，都运量。但是新竹本来伫国道应该有真大运量，但是你看这一两档来，拢遐高铁走的，足侪人用高铁作为通勤的使用。啊，这个结果也使到讲，这个高铁伫排班的顶端，伊受到真大影响，因为台北甲新竹这段会得占了。对遐位拢占掉了嘛，啊，其实这个人毋是要坐去台啊，因都敢坐。将新竹就落车，啊，这是其实对高铁来讲是真不利啊。啊，这要安怎改善？这就叫甲赶去嘛，人家要来你嘛，无法度甲赶呢。无啦，这其实我都甲你讲啦，台北、新竹甲这个台北，你若区间快车可能差不多1点10分钟。点外钟。高铁30分钟，但是高铁你还阁去。这捷北啊，你过去啊，是所以大家人有时啊想，迄受害有时啊可能是这个资讯吼无介通透，所以伊就像我刚才讲啦。我讲较白，我感觉咱台湾人吼，好日子吼过惯啊，所以过稳啊，所以感觉讲我坐高铁吼，就好啊，较好，较简单。吼啊，其实吼。咱嘛唔通袂记迄种代替吼，其实嘛袂歹做。我第二个问题要请教李老师吼，我也甲阮制作团队来问啊，我讲你若是尤其阮这集的客户啊，我来问哦，你去台中县啊，种一定爱坐高铁。你台北市你嘛唔是住台北车头边啊，唔是南港车站边啊，你嘛是爱去坐公车，坐去啊车头啊。坐去到乌日，你落车了，你嘛坐公车，啊，有当时无拄啊好，你搁爱等公车呢，拖入去嘛是2点半钟呢，你是安怎你无爱坐个代替呢？讲袂出来。老师，这有通啊改无？第一个哈，我觉得高铁啊，它的票价优惠很蛮多元的啦哈，因为它有比如说高龄者现在越来越多，它半价，台北到台中呢本来要700块。他现在只要350块，这是高龄者，他说不定就会选择高铁，因为他觉得坐高铁比较舒服，他输送半价，然后物超所值了哈。那另外学生票平常日的有打到5折的，那如果是这样比较尖峰，对尖峰的时候，对打到7、5折，对他们来讲，他们只要选择一些比较冷门的班次，他就可以打到5折。那对他来讲，他就会可能因为这样就转成我们的高铁了哈。那刚刚特别讲到台铁啊，其实台铁确实哈，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呢哈。因为呢，我们这个是2022年的资料，我稍微公布一下最新的资料。哦，今年的清明节哈，它的日高运量哈达到75万人次。袂歹啊。对呀，然后端午节日高运量达到72万人次，所以它的运量是有其实有卖呢，是有增加的。那另外还是要回到国道客运啊，可是最主要是国道客运它的运量一直下降，它现在的日均运量哈大概只有14万人次，所以3个就不平衡了嘛，修了效益啊。它对，那国道客运我相信业者他宁愿去跑通勤的路线，因为现在有交通月票的补助，他不愿意去跑国道客运完全没有补助的路线，波走波去呀去。对，那他宁愿把资源移到通勤的路线。那国道客运路线就像刚刚湘瑜讲的哈，它的班次越来越少，它班次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搭的人就越不想搭，然后它的班次就越减，对，甚至有些业者都已经退出市场了。我相信哈，如果政府没有一个非常因应的对策的话，将来会退出市场的国道客运的业者还会越来越多。但是因为这样米股一清了，你上后尾问题拢要叫高铁去排呢？对吧？所以其实高铁哈，当然也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啦。我觉得它要有一个总量管制，因为它现在高铁大家对它的一些印象就是服务品质下降，
就像台铁化嘛。那服务品质下降的原因就是它的自由座会满到对号座去。无，就我感觉实在是吼，敢若阮细汉时阵咧坐火车吼，哭起啊便当共款，连迄个车厢甲车厢之间，大家也徛人。东西人哦。然后现在的高铁呢，在廉价尖峰的时候呢，你有买对号座的车票，就像台铁一样，上不了车，门口都挤满人，对，上不了车。如果你中间想上厕所出不来，就干脆就憋着。那这样的服务水平下降，其实对高铁也不好了哦。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座的总量管制，哦，然后每一站呢有一些买无就买无，买我就买我，然后我们超过一定的门槛就不卖。那他现在不卖的情况下，因为现在买自由座车票很方便，网络就可以买了，不一定要到站才可以买，当天买只要利用网络就可以买。可是你买完之后呢，到了这个车站之后，你要等很久，就像上次的台中站一样，那这个服务水准就下降了嘛，哈。所以我觉得总量管制，然后呢，网络顶头嘛要站站，对，然后资讯把它揭露。资讯揭露之后呢，你发现哦，这时候我买不到对号座，这时候我如果要去等自由座的话，我可能要等2个小时，这时候我就可以搭乘台铁跟国道客运了，他就不需要从家里面就直接要到高铁站来等。那这个的资讯揭露之后，也会有转移这个运量的效果。但是我感觉第一时间要叫大家拢马上咧转去到台铁，转去到高速公路。可能也有难度真悬啊，上有。因为我拄则有马上去查啦，就是为台北到台中哦，若是有人伊想要去坐台铁，要去坐火车哦，要坐区间快车，嘿，区间快车哦，快车，毋是一般的区间车哦，一天敢若4班哦，这礼拜六，因为这礼拜六嘛是假日嘛，哦嘛是连假嘛，4班尔，同时间呢，差不多自强号差不多嘛有20外班啊，哦区间快车敢若4班，所以台铁应该要有信心。所以讲台铁哦，针对这款的区间快车，应该要搁开较侪列车入来，因为这4班列车咧，有几班是因为连假加班的，有几班所以平常时还佫无哦。平常时无一定有，平常时差不多一班2班尔。我看因司机员嘛欠，嘛是欠嘛，对啊。因为这1班2班，都是以前的技工号改过来，以前有技工号啊。本来是搭这个技工号。对啊，即摆无技工号啊。所以伊把技工号改去做成迄个区间快车。毋过呢，嘛毋是每一班技工号拢有改成区间快车，有几班技工号就直接拢无啊。所以讲呢，并做是讲，但是旅客伊要去坐台铁，伊敢若剩2班车会当选。哦，一个就是自强号，无就是迄个普悠玛啦，无泰鲁阁啦，哦，不过迄2款车咧西部吼较无啦，吼，因为迄淡薄较有啦，所以讲咧，若是若无就自强号，若无就区间车，区间车咧为台北坐去台中要3点钟。3点外钟。对啊，所以讲咧，这对于旅客来讲哦，迄坐台铁哦，迄个吸引力哦，就较无够啦，对啊，因为虽然讲迄个票价嘛是无足悬的，毋过咧足慢的。哦，这个慢到讲，迄个国道客运，若是讲无塞车，电动搁较紧，客运嘛搁较紧，毋过咧客运即马就是无车嘛吼。但是咱翻头转来讲，我还是要问3位哦，国道客运到底有救啊无救啊？因为这物件看起来都变做爱收归国有呢，国家来贴钱，国家来营运。因为我会记得我少年时阵哦，佫会坐这个日统也好啊，细冲巴士也好吼，哭去后昂啦，摕去云林什么5条港啦，这种所在安尼吼，感觉真利便啦。但是即摆少年人可能讲，我就坐来云林好买我咧骑一架计程车来去，变做安尼啊。所以这内面有一寡成分，就是人的意识形态咧改变。第二，咱人对着速度。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吼，就我来先请教着老师，在交通界或者是运输界，拢安怎来看待这项代志是算人头安尼咧点，还是讲改变服务品质？因为过去拢用公司咧看这项代志，但是整个有的是交通性的工具会当处理，有的拢唔是啊，这要安怎处理咧？我想上尾也是由这个市场来决定啦。你譬如讲，大家认为讲高铁真好，但是即马台湾我想要足侪人捌坐过高铁，
搁较济就迄寡人，嘛是足侪人捌坐过高铁，是安怎？伊的收入、伊的所得，可能认为讲高铁相像讲对台北去台南，我坐国道客运，我可能是即马国道客运台南，我可能用加比如去加300块，吼。但是我若300块3点钟，还是4点钟，搭车4点钟。但是我若坐高铁，1000块，差700块，我差1点钟尔。我去加伊，还佫转车入去，其实整个的迄个行程可能车嘛是爱2点外钟，2点半钟。是啊，2点半钟。啊，我坐国道客运3点钟，搭一个车3点半钟，结果差1点钟，差1点钟差偌济？差700块。你想敢有人会省？有人会省。我的学生即马等于嘛是拢坐国道客运坐客运啊。因为伊都爱省，所以你袂使讲哦，因为伊市场衰退，啊，就讲要甲决定。我感觉毋是安尼啦，这代志毋是安尼，一定原来也有人咧需要这个有挽救的空间。嘛是有，嘿，啊，你只要是讲你提供较好的这个资讯，合大家来选择，你莫讲强迫大家去选择。像较早李老师讲，要讲啊自由做迄个重量管制吼，我就无啥赞成啦。就是讲，你着甲这个人甲切掉讲啊，我都一定袂当，你就袂当坐。我排队就排队，你甲讲你爱排2点钟哦，伊若感觉认2点钟，伊可能伫遐排，伊就 OK， 伊就 OK 嘛。啊，伊若感觉这2点钟无爱，我去坐台地迄个区间快车，2点半钟无定，伊感觉安尼会好，吼。所以即马是足侪每一个运输工具诶，这个运输的这个服务品质，也是这个吼。这个资讯无解通啦，所以足侪人拢用过去的这个印象来做选择，来做选择啦。所以你爱政府就是爱创造一个吼适合民众去选择的这个环境，啊，毋是讲替伊去做选择。你讲叫伊讲一定要坐国道客运，还是一定要坐这个高铁做一代替，这拢无适合。他带李老师，如果我的这理解人无毋对哈，李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卖开放到安尼，大家就变做爱去车厢甲车厢之间啊，踮遐区的坐安尼，就做这种重量管制。那老师的意思是讲，如果伊若家己愿意徛伫车厢甲车厢之间，迄嘛是因兜的代志，是安尼想吗？你讲重量管制这个问题，你若重量管制的话，所以这个人一定有一寡人无得坐，这个人就变做啥？一定要去向逼去坐啥？去坐代替，还是去比如讲啊，这个本来这个行程就变做无去，还是讲比去坐这个国道客运，伫这个去逼迫这个感觉吼是足歹的啦。所以伊宁可家己去客，伊宁可家己去客，但是袂使去人逼迫，袂使去人逼迫。所以迄天我看到车厢内面一个大董事长，伊这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哦，伊嘛乖乖坐，无通啊扭哦，吐的，对台北一直吐去到台中呢。伊嘛乖乖安尼，我讲嘿，董诶，你也伫遮，要转来厝的啊。啊，伊啥也无爱买票，伊买无嘛，买无啊，是买无嘛，啊买无，伊本来想讲，好买无，我就牺牲我用徛，你即摆连徛都我还徛，啊即摆你若讲要专车自由坐 ，OK， 专车自由坐变做，就搁买无票啊，就完全无票通买啊。无专车自由坐，我就座位拢拆起来。互你用起来啊！毋是专车自由坐，大家拢去排队去上车。你本来你啊，这对一寡老大人其实嘛，无法度接受，嘿，无法度接受。我一定要确定，要确定有位通啊坐。伊无法度忍受讲3点钟、2点钟用起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每一个做法吼，拢一定有人愿意，有人反对，有人会选啦，系啦，有人会选啦。啊，所以咱就伫这个讨论内底来尽量求公信啊。老师，你也看法嘞？我稍微说明一下哈，那个总量管制一定要配合资讯揭露，资讯揭露对乘客的选择它会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啊，台中站被抱怨的原因是它没有预期要等2个小时啦，它基本上另外那个自由座是加开才是全车自由座了。它还是要保留这个对号座，加上部分的车厢。对，我就告诉你说，你还要等2个小时，但是我卖给你自由座，
你如果还觉得说你要等2个小时，资讯揭露完之后，他还是要买，还是要等，那所以就不用管，就不用揭露，所以我说不用管制了。那另外哈，交通部跟铁道局现在讲的就是说，因为台中是中间站嘛，它基本上如果你买自由座哦，它基本上能够有座位或者是能够进去的机会不大，因为它大概从南全部都被占了，所以他说每一站要做自由座的管控。这个也跟刚刚那个总量管制的意思是一样，但是怎么样管控能够达到，对，就有点困难。但是那个这样子的思维要怎么做？对，那经验真歹抓呢。对啦，这个不困难的。这个其实现在很多车厢哈，基本上都在车厢弄这个人流的计数器啦。就是讲偌济人入去车厢内底，偌济人落车。抓一个经验值。不是抓，伊会当甲你一个现场甲你 count 出来，甲你计数出来。ICT 即马做方便了，马上迄资讯就传了，所以其实这个拢做会到，拢做会到，这技术拢做会到，即马嘛有嘛，只是讲伊有做无做尔嘛。吼，我感觉像即届吼，2023年甲2019年吼，就108年，这2个中秋其实拢相像啦。这2个中秋拢是拜5，没有，这2个中秋拢是拜5、拜6礼拜。2019年甲2023年2个中秋拢相像。啊，这两档的，意思是风台拄着把老啦。我唔知啦，这2个拢是中秋，拢是拜5、拜6礼拜，吼。啊，这2档吼，2019年甲2023年，这2档的运量吼，高铁运量其实也无太大的变化，无太大的变化。所以今年吼，其实有一点仔反常啦，有一点反常。我伫推断的原因之一啦，吼，这唔是讲全部。前一阵是唔足侪人咧讲哦，自由座啥物讲。高铁安尼自由座啊，足侪人边啊，我坐座位边啊，哪有人咧徛，足不舒服诶，是毋是有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的其实我感觉会对高铁造成这种压力啦。伊会认为讲，我这个门头面哦，唔当安尼。唔通袂使放伤侪人入去哦，人啊伤钱吼，大家会迄落啊。这主要问少年人哦。那你叫你安尼用徛自头，你虽然叫徛鹅哦，叫你自头徛到尾，你敢袂？那是敢若反正徛1点钟，反正佫会使啦，因为咱咧台北坐捷运嘛是徛1点钟啊。但是你今仔日要讲为淡水啊，要徛去新店啊嘛是1点钟啊，对啊，嘛是咧徛啊。所以讲，对少年人来讲，应该是嘛反正会啦接受啦。但是你有赞成讲高铁应该要起价？起价哦，我看法是起价，开中甲即摆拢无起价呢。看伊的迄个成本啦。虽然伊无需要我替伊烦恼啦，但是我看这个公司经营，虽然运量咧增加，那该赚的利润嘛爱赚啊，或者市场较健全嘛，唔是安尼吗？看伊的成本啦，那是伊的成本就是咧了钱啊，就是爱起价。你现不现新车就推落去？对啊，推一扎讲超过2亿呢，是不是？就是啊，看伊有了钱无啊？一了，对，一个车厢就2亿呢。一个车厢2亿，是不是？啊，伊无应该调整吗？你感觉咧？我的看法就是啊，若是伊了钱啊，应该起价就起价啊。啊，你若讲了钱，代替嘛了钱。所以代替应该起啊。他赚钱，高铁很赚钱。高铁赚赚钱，高钱啊，迄个铁路桥。你啥立利息啦，创啥安尼啦，吼，所以高铁伊那边，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咱在交通运输研究所，还是讲交通部这资料内面拢讲，这三卡都吼，拢各有各的这个功能啦，吼，啊，代替的功能也好，啊。高铁的功能，那各有各的功能。但照你讲，这理想性，但是听头老师讲，这市场来决定。啊，市场来决定，啊，即摆市场就是爱这个高速公路小可摆卡去。啊，这敢唔通好，互伊小可较健全者。尤其譬如讲，头拄这个班厝，他徛我就讲啊，讲我这88帮变做48帮呢。啊，你敢有甲强迫业者讲，你甲较侪班厝？就伊讲我的司机就叫袂来啊！啊，另外连到连续假期，我会记我以前做兵的时候，拢酒驾到12点，哦，甲女朋友安尼，我到啊12点才坐上车，啊上车就困去啊屏东，哦，一早起6点给我请200块，
200块。我以前嘛是安尼。吼，啊，这难道在国道上无通做这种调配，啊，互这个过年过节的时阵，来增加这种物件？你刚才讲吼，我讲市场决定，但是即马政府其实拢一直伫控制这个市场。安怎讲呢？即马政府拢票价管制，你要起价，我袂使起价。啊，你若票价管制的话，伊的成本的结构吼就固定啊。所以司机有偌济薪水，就已经决定啊。所以即使讲即马大家讲欠司机，司机毋是讲无欠，毋是欠。要欠司机，谁人无司机？你薪水一个月6、7万，啊，伫这个接过后尾咧，我哪就去走这个代志，对无？我哪就来做这个代志。所以你若无要下这个市场决定的话，你就要解读票价爱起就爱起。我认为讲，人公司认为讲要下这个司机较好的薪水，我票价要提悬，我服务要提较好，谁人袂使。啊，有的人是讲，有的公司可能认为讲，我要用较俗的车，我要用较差的服务品质，我要用较侪的座位，卖较低票价，嘛是会使。除非讲，这个市场内底有一寡人无法度付较起遐悬的票价，这个时阵政府该来补贴这个使用者。即马政府上大的问题做，伊拢咧补助这个。业者毋是咧补助这个使用者，伊讲我是咧补助使用者，我用足低的票价来补助，其实伊的钱拢补贴了啥物？补贴了这个业者，长期补贴的结果，使到这个票价完全拢无调整，国道无调整，代替无调整，大家拢无调整。我嘛毋敢去，嘛毋敢去啊！无调整的结果就是讲，司机的薪水嘛袂当调整，啊，司机的薪水袂当调整，你要安怎吸引较好的司机入来？这就是伊个问题。你即马佫定定咧用交通部拢用足低咧价 T pass 啦，吼，什么 pass 安尼，都大家拢认为讲吼，即个是一个做廉价的。这应该的啦。嘿，这我感觉讲吼，咱实在讲咱台湾人足幸福的啦，根本也足俗的啦。哈吼，这高速公路也好，还是高铁也是好，还是台铁啊，拢足俗的。但是票价管制这项代志，李老师你的意见？我觉得票价应该要涨哦，但是要涨到什么样的幅度？我举个例子哈，好，这次的廉价，每次的那个廉价的时候呢，我们的国道客运的票价是打85折，它是给优惠哦，点豆瓣，对，给他优惠，给使用者优惠，可是搭乘率还是不高，所以这就是牵涉到说你涨票价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正面效益跟负面的影响啊？对使用者来讲，他可能平常固定要做的人，他因为票价提高之后呢，对业者的收入会增加。可是有些人他是因为票价增加之后呢，他就去改做其他的轨道运输了，这个要完整的去做评估了。所以我建议是说，这个票价去调整啊，要怎么调？然后呢，我们的补贴要补到哪里？就像张老师讲的哈，如果我们补贴可以让驾驶愿意从事这个行业，那我们的票价应该调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对使用者来讲，我们要给他怎么样的优惠也好啊，或者补助也好，让他能够也符合我们的需求啦。我觉得这2个因素要综合来做评估。啊，那这补贴，他怎像2位老师讲的，补贴不等于补到业者，不是补到这个司机员，嘛不是补到咱使用者呢？那这国道这项代志，国道无补贴，国道完全没有补贴，现在完全没有补贴，但是票价管制，伊票价管制，啊，无补助各项管制，啊，当然拢关门嘛。对，那司机的部分呢，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目前的公车哈，然后它会有司机的补贴，由政府给他，大概通勤的公车，差不多就将近1万块钱有给他，但是国道客运是没有的，因为国道客运它不在补贴的这个营运范围之内，所以国道客运就越来越萎缩。老师，你根本合理不合理？所以我认为国道客运呢，如果按照刚刚的班次缩减的这么明显哈，将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了哈。我觉得政府要出手了，要怎么出手？我觉得要去考虑票价提高之后相关的配套，要怎么样来让司机的收入也可以提高，班次也可以增加。但是你他讲到中秋拍8、5节，都无人坐满呢。那是因为班次太少，它现在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当班次能够合理的增多之后，然后也不需要优惠票价了，该做的，然后因为它的班次多了嘛，它选择性多了，它就会回流。
但是呢，要怎么样的补贴让业者能够愿意增班？我觉得这个就要考虑要怎么样来做。对，嘛是共款，我作为一个使用者，嘛是共款吼。亲像老师拄则讲的，若是这个班次伤少，我就无要想要去坐。啊，班次较济，我就才想要去坐。像即马高铁1点钟6班7班哦，足济嘛。所以讲我会去坐。啊，毋过咧国道客运1点钟1班，啊无咧2点钟1班，安尼使用者哪会去坐啦？我要去坐，进前我去看我的时间，即马有车无？即马无车无？对啊，这个就是足困难的代志嘛，对使用者来讲啊。啊，毋过咧，拄则咧讲迄个补贴的部分哦，我要互大家看一个，这是去年哦2021年哦，迄个纾困的时阵哦，对迄个客运车来讲哦，客运车一个人迄2档补助一共9万，吼，2020年6万，2021年搁3万，吼，2档加起来补9万，9万。啊，毋过咧，客运司机无。顶管有写啦，客运司机吼有写，写得足复杂。伊写啥？哦，是看你业者开了偌济，我搁补你偌济。啊，毋过咧，伊下骹啊，搁有写伊的迄个条件啦，还是写啥物？这走迄个机场吼，机场的才有补贴。为啥物？因为迄当阵机场关起来嘛，啊，无人要坐飞行机嘛。所以讲咧，机场的客运有补贴。哦，这算做长期性来，这算一个大妈生，一个细姨生啊。对啊。所以讲咧，咧迄2档客运司机、公车司机要走的拢走了，因为为啥物？因为公车甲客运业者拢减班啊，因班次拢减少啊。所以讲因趁无钱，啊因嘛补钱，会当付薪水出来。啊，这个时阵呢，交通部咧创啥？啥物拢无做。伊补助客运车一个人9万，补助这个客运司机、公车司机一个人偌济，唔知。所以咧，司机爱走的，当然嘛走了嘛。啊，走了的结果是安怎？啊，就是一个走了后，所以讲咧，无人要来开公车，无人要来开客运，啊班次就减到安尼，为88班减到48班，啊，讲有3间公司都直接关门啊。所以讲，即马这个运输的困境啊。要讲到头嘛是交通部家己舞出来的啦。实在讲吼，咱若毋是讲挑工要来顶交通部，因为代志实在太济。头拄咱正咧讲哦，观众朋友有当时就火去啊。但虽然吼，咱甲你整理讲有三卡都吼，啊高铁、台铁啊甲公路运输，但是伊就想讲，我就是你甲我讲较济无效啦，我就是要坐着啦。吼，所以咱也整理讲，哦好，老师甲2位老师、3位拢大概拢有共识，就是讲，我要坐时阵，我资讯啊透明，吼你通啊家己选择，你想要用骑的，哦你就骑，吼啊你通啊无法度顶坐去啊车厢啊人坐真话，啊无法度较无利便，你嘛要忍受。但是总是来讲，高铁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个站伫的，伊应该按照来取得家己一个形象，讲，我以后我的假期的时阵，还是要回乡的时阵，我应该爱什么某种程度，那无限制去高铁上后尾是毋是会真正代替化，还是讲规去代替，你就较勇壮的，你就超越着高铁，这上难。较困难是有影啦。我就讲一开始伊只有一个先天的问题，就是伊的车辆无够嘛。但是这车辆无够，并毋是讲是一个借口啦，伊会当做较好咧。就是讲伊爱对这个，比如讲这个人的人数，吼，每一个车厢的人的人数，你爱甲有一个较现代的方式去调查出来，啊，随时来做一个调整。伊所有自由座。伊嘛爱考虑到顶下站的关系，袂使讲伫嘉义、台南遮都拢坐满，所以限伫甲台中遮无。但是是毋是台中会当还转移去，比如讲去代替，还是客运来使用，这嘛是一种迄个原则。所以要安怎来配比讲每一个站的自由座的这个数量，其实嘛爱参其他的参详，嘛爱参其他的人、其他的这个运输工具来做
一个讨论调配，这是交通部的责任。但是就对高铁来讲，伊做好伊本身的代志，伊有法度掌握所有的资讯。讲啊，每一个车厢有偌济人，每一个时阵有偌济自由座的人，每一个站有偌济自由座的人，伊爱对这资讯伊专业爱做好，爱先做好，做好了后，伊爱来做一个整体的这个配合，吼啊，提供下这个民众乘客来讲啊，你若要坐自由座，你有啥物时阵啊？有啥物时阵你爱等偌久？我一直认为讲，这个选择爱留下这个乘客啦。使用者来决定讲伊要坐啊毋坐，但是伊爱有充足的资讯。我头先讲啊，你台铁若7000块车2点半钟，我何苦去坐高铁，伫遐排2点钟？我2点半钟就会当到台北，虽然讲坐台铁，吼啊伫遐停，但是我2点半钟坐内底啊，我何苦就一定要去排队徛，啊去你甲车顶，啊去徛，我还徛3点钟，这何苦咧？但是是毋是讲所有的使用者拢知影这个资讯？这我是真好奇，老师，那譬如讲，我就问阮的客户讲啊，我拜托你坐台铁，坐去到台中，就袂呢。这恁交通学者，无可能是心理学者啦吼。但是总是有步数，通好甲大家来讲，像头老师讲，你台铁一徛出来，我来哦，我这坐较里边2点半钟就到咯。老师，我觉得高铁哈公司的说明是这样的，他要卖那么多自由座，是因为他有疏运的任务，因为看起来有这么多人要来搭高铁嘛哈。但是我觉得高铁要维持一定的服务水准，要有一个门槛就对了哈。但这个门槛要怎么决定呢？一定要靠我们的台铁跟国道客运要负担疏运的一些任务。台铁哈，我们给他的期望是，他现在如果公司化之后，可不可以松绑？像张老师讲的区间快。其实是最容易去增加营运收入的班次，我们可以去增加。原来探这个钱，对，探这个钱啊。然后国道客运呢，我刚特别强调，他现在减班之后，对司机最大的影响是他的收入就开始减少，他跑的时间就变短了嘛，就抓嘛。对，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司机的收入越来越少，他就离开了。司机越缺，班次也没有办法增加，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了哈。那怎么解决？我觉得政府一定要跳出来。把问题厘清之后，看看怎么样留住司机，然后留住这个国道客运应该负担的任务，班次一定要提升到某个服务水准。我觉得这样才可以真的改善我们现在的城际运输的交通问题了。是，强。今嘛台铁昨日在公布第三波第三波对啊伊要加为台北到台中还是中华的这个区间快车，啊个迄个自强号一列车，啊毋过咧，咱看顶悬加一列车10月9号、10月10号就是连假的上尾2天，啊全部加起来嘛才7班尔，啊为虾米才7班尔？因为台铁你铁路嘛才2条尔，啊一个走去，啊一个走转来，啊所以讲咧，伊迄个铁路迄个容量啊已经满。啊，为什么会满？因为咱台铁迄个耗资嘿，就足久以前的系统啊，咱台铁无法度像日本同款，日本同款2条铁路，啊顶悬的嘛十外种的迄个列车咧走，啊1点钟会当开偌济车，1点钟会当开20外班的列车。啊，袂去相碰啊，嘛袂去相碰。啊，毋过台铁咧，1点钟上济12班尔。啊，12班为台来看，为台北来看就好啊。这徛好，你自头到尾对着台铁就有意见的。我毋是对台铁就有意见，我是讲台铁有足侪物件其实嘛会当来去改，因为台铁若是改，因为高铁伊速度较紧，所以讲咧伊会当开的列车嘛较少。因为咱去看，因为高铁的迄个系统是去学迄个日本的新干线，咱去看日本的迄个东海道的迄个新干线，啊1点钟嘛上济嘛。差不多走10班尔，对啊，高铁即马走7班，其实差不多变满啦。要进步啊啦。对啊，要进步啊。所以咱毋是提早咧讲这个问题哦，是2027车厢若来啊，嘛有够啊，结果也是大家来坐，迄就是废话去啊。对啊。但是我来讲哦，你就知影讲这个详细节本来因要罢工的哦。对。所以伊可能啊，司机员啊真欠哦。对，但是。
但是这代替，尤其咱可能下1点钟，咱就要另外1点钟来讨论个代替啊公式化了啊面对的问题啦。总字的言字吼，就是代替应该的一个号字的系统，规个拢来改变。一定要改。像头拄啊李老师讲的，拢爱加开着这个区间快车来赚这个通勤的钱。对啊，因为伊迄个号字无改哦，这区间快车要开嘛无得开，伊就无法度去走迄个列车啊。伊就满，伊这满要安怎改？啊，就是迄个号字爱改，因号字无改，无法度塞不进去啊，就无法度啊。暂时很主时啦，吼，就是讲到10月吼，9号、10号，还是讲8号这几天吼，即马干那除了这个高铁家己自由做，爱来解脱以外，啊，佫有其他什么方式嘛？叫大家爱自我爱疏散，还是自我疏散。大概小可理解啦，理解讲伫即个江风的时阵吼，总是有较不便啦，吼，所以莫要求较济，可能就较这样这样。莫要求较济，去揭露。